祭佛大致都是在夜间的府派勾魂使者前往居提业。非鸾那被居提之人此时有没有感觉呢？祭佛那就要看被居提之人是受什么样的刑罚而论了。非鸾是这样呀。那么借此机缘，是否可以请师尊先看看弟子的生母廖悟成女士身体之情况及其病因呢？祭佛好，呆老衲算来1、2、3，有了。廖子中风乃是心脏病及高血压所引起，还有其病因与守寡之原因如下：廖子生来贫苦家，平凡嫁罗家，只因前世喜打猎，专打鸟而不归家。劝君莫打天上鸟，巢中有儿待归家。断却母子思念情，斩断夫妻恩爱家。此生来受果报，常常孤家何滋味？幸得此生有奇缘，进入道门学仙家。了却凡尘出苦家，莫道儿女或无情。莫道自身是孤家，此皆前世种祸根。今世方得受此刑，活欲派人常注射。心脏不是想鸟家，抬头盼归高血压。多行善功学道家，勿彻心性出苦尘。方能正道归尧家，此次中风了杀业。信赖神圣暗中佑，端赖诸子前心护。更惜廖子心要轻，切莫自作烦恼因。世间烦恼总是空，手脚一破延寿家。珍惜未来多念佛，自得开悟乐逍遥。此便是廖子此次中风及守寡之缘由，悉非鸾能转告廖子知晓，使其能开悟而得正金刚之身也。非